真侪人爱买刮刮乐，台彩统计讲，今年1月到5月刮刮乐拢总卖403亿，一年生理增加13%。为了要互生理会当更较抢市，台彩下礼拜杀全新的刮刮乐，叫做上赢乐，和过去号码爱专丢才得奖的方式无共款，拢无丢，上盖侪买当摕到10万块的奖金。好，这3张都是新款，这样总共加起来是800块，谢谢。台日5日这个开奖，彩款行的买气特别旺，尤其是刮刮乐现场就会当知影有得奖无，买气更加是强滚。刮刮乐销售的金额达到403亿，甲去年同期比加45亿，新中13%，业绩愈来愈好。今年销售业绩主要的成长是来自于刮刮乐哈，那因为刮刮乐我们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产品创新哈。那里面呢有包含我们的这个奖金加商品奖项的创新。后礼拜阁有新的刮刮乐要上市，这款双赢彩甲过去号码爱全着才有算得奖的方式无同，增加全部拢无着，嘛会当得到上最奖金10万块。要用新的算法，向民众去买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也希望也做一些的突破，那就是说你没有中，那也可以中奖，而且是一个100块钱。非常的亲民的这样子的一张这个刮刮乐。那台彩上新的算法引起话题，运彩嘛愈来愈热。今麦上项的比赛就是 NBA 美国职业篮球季后赛，少年赛5届拍入去总冠军赛的金州勇士，这届的对手是多伦多博龙，两个队伍实力差不多，已经要拍到第6战啊。认为金州勇士队会赢的人较侪，球迷的热情嘛反映伫彩券的业绩顶的。季后赛呢，我们到现在5场已经卖了这个5.3亿那去年因为是只有4场卖了3.6亿。如果总金额来讲，我们是已经成长了48%。前2年都是那个骑士跟勇士嘛，都是那个 LeBron James 跟 Curry 嘛。那今年换了新面孔，就是暴龙跟这个勇士，而且这个暴龙的表现呢也非常的这个突出。那勇士当然有一些伤兵的问题，那整体来讲，精彩度呢非常好。运彩预估勇士对博龙的比赛一定会真精彩，嘛希望业绩会当个拍破纪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